山苦瓜啦，3块几啊！山苦瓜3块几，成熟了变黄的呢。野生的啦，野生的啦，从绿色变黄了，从绿色变金黄，从绿色变金黄。山苦瓜，拆开看看里面。应该晒干看看能不能种呢？晒干看看种子能不能种。山苦瓜，山苦瓜。种子是白色的，像那个南瓜种子白色的，冬瓜种子也是白色，所以苦瓜种子也是白色的。山苦瓜，野生的苦瓜，从绿色的皮变金色的。龙须果也是从绿色的变金黄色的。拍不清楚啊。